谁来做客？万年来了，今日来除了的亚米来宾呢，伊算爱是面试的朋友，伊所做的事情就蛮特别的。那你今日都利用亚难得的机会，来认识伊，韩国伊所做的事情，伊是立行基金会托养管事务所的主任戴文子主任，欢迎。很高兴来节目。哎呀，俺哋咩个欢喜吼，因为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非常特别。嘿，不过呢，当然也节目吼，唔免单枪讲你做的事情，了解人家嘅人吼啊。我相信文字应该都大部分呢，假是有上节目啊，接受采访，都会讲到有关理性嘅机会，吼，来做一条路。嘿，如果侬会行到一条路，俺要过好奇吼，刚才路利用今日文字带来的一条小物来认识，俺哋都像处理不俺的地方，对文字来讲，重要嘅物品，哦，係個大物，唔係小物哦。也个黑用照数，大手跟小手这个是什么？哪个作品啊？那还有一摆啊，都牧师哈，带我们做活动的时候，第个讲有乜个角色啊？哈，就想讲就50数字条啊，就想讲有乜角色啊？哈，因为我是基督徒嘛，哈，那大拇指就是一个轻重要的第一章，所以就会。来 Father in Heaven 哈，来送题，然后 T 的食指，我先生的英文名哈，就是我迄个太太妻子哈，我迄妈妈，好我两个母的名诶，还有我迄我有妈妈啊，我是我是妈妈，我是女儿。然后我的 coworkers 就是我工作上的伙伴们，我地利性基金会的伙伴们全部会先会看到，全部看到哦，这个是顺位嘛？对我自己的我七改顺。你顺位替的是上题，我是 logo，我是你两个模嘢，韩国个模嘢角色。妈妈係摸嘢，跟我摸嘢係我做日用嘅，我七個媽係摸嘢，係摸嘢嘅角色，啊，還有人啊係媽媽嘅角色，還有係唔嘅鄉下工作嘅那種，對，我就會講童工啊，童工就是一同工作，唔係兒童，就是一同工作叫童工。然後當然還有一個就是我七家丟卡，對吧？所以我七家有發一張，那5個角色裡面，也係我七家的角色這樣子。做乜嘅？我唔偷，重要嘅物品，譬如會偷入嘅。你感覺有個角色的順序，順序，還有我七家角色，因為我感覺講，次序，我係天賦的孩子，所以我做很多的事情，我會以天賦搞我的事情，譬如天賦講，我去愛陪你，不過唔得。所以聽，還有行動，哈，那都講過，那幾個角色都全部愛呢，沒有愛是才挺困難的。所以當我們進入婚姻的時候，我們的先生係乜個用嘅，像我係太太，我們的妻子乜個用，我做放我媽媽，我唔的媽媽用來做，我有生嘢噶哈，我做放我媽媽用來做媽媽。好，所以我們講的原生家庭就是人出生給的家庭，非常的重要，好，可是家庭也會傷人，其實很多的，我們說那個trauma創傷，其實是來自家庭，所以我發天依照重要的關係，就會讓我先生，我先生站得穩，我生意呢就能夠穩。我多想去問咩係你哦，因為我都想，你的順序第2個是 logo，我想過到媽媽唔會你吧，好，可能會生意呢會更前面，對，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個沒有本來面都講，因為我以前我過從事講人的性格，會決定一切，對，如果更加過到年會講，可能咩，可能係反擊哦，因為我哋做過到某個星座，某個 MBTI，我很注重性格。家庭事情，如果人其實讀到冇強嘅環境，唔會做冇強嘅家庭啦。對，所以次序，如果從我的社會工作還有愛信仰，如果結婚的夫妻，
我成龙先生哦太太有好的关系。啊，如果人讲坐飞机的时间，氧气罩大人先戴了，那屁股生人嘞。冇错，对，这个蘑菇吼，我可能菇好生人的也可以。对，所以第二个重要关系做爱龙爱先生，然后再系爱核心家庭，来做爱核心家庭，因为爱龙爱先生结婚爱有生人嘞，两份爱的核心家庭，所以我冇可能先去照顾爱的爸爸妈妈，好，然后再来照顾爱的生人嘞。嘿，我想对嗰度人来讲，可能会提醒一下吼，韩国可能自己可以把看啊，应该顺势系嘛。对，哦，好看的来看天气好，对文字来讲重要的物品，嘿，我讲真的是，而且真人做的事情冇可以用绘本，吼，大家面对的事情都冇可以用。第二个是你嘅论文，爱论文，硕士论文，101年，加行睇四条路的哦。四条路，我喺工作四条路要提报告在职进修，两边黑痛在职很痛苦啊，不过归单好很值得。冇穷用，然后你先到职场，再回来想冇穷用，真嘅冇穷用。后来黑感觉工作的获得，就是你需要吸收新的知识吗？侬会那么想不开，一头在职哦。迄时间迄爱同事啊，佢生去读书，其实我来讲，文珍，台师大啊，这个硕班在招生，你来这样哈，讲好多次啊，想讲我排戏呢哈，来就去报名，来去报名刚好，我冇把握呢，我冇把握哈，冇把握可以毕业。冇把握的考上，哦，对，所以放榜的时候我都冇看啊，我冇看呢，我想讲，看一下，我想讲看一下迄 mask 啊，总量好高哈，一看我就踢一掌，哎呦嘿，榜首啊，对，我不知道是榜首，但我就觉得说，感谢主啊，给我这个机会，对，然后可以去再读书，正经辛苦哦，就像易容讲的，就是。按不要哈，那时候3年轻岁呢，哈，来台给到莫一轻岁，然后那时候台哇，好像都生意嘞，哇，睡前说故事，我们都要睡前说故事，然后睡完就睡梦嘛，下功课啊，哈，下功课，因为白天要走条路啊，按不要又要写功课，来莫一啲旁边拢来讲，妈咪，很办啊，妈不会庆读功课吗？就吓一跳，我想说唔得，所以我就先。回去睡梦，10个空起来，下功课，对，就是4年童言童语，其实，对，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这样。刚刚上的研究是受暴女性经验价值研究，安尼，因为你在做的对象就是受暴妇女嗰度，安尼。就立信基金会其实，一开始刚哈做迄被卖虫仓的女孩，18岁以下的生活，挺奇怪哈，不卡冇钱噶哈，买也唔会来嘅，系冇嘅，因为台湾咁会以前啊哈，你下咁样好一点点嘅哈，重男轻女，所以女生都会被牺牲掉，如果牺牲的话，然后所以那时候立新就有接待一群，是被爸爸妈妈或男朋友卖掉的，卖到畅疗馆去的女孩子，然后以前有个叫做妇女救援基金会，对，那现在妇女救援基金会做的事情跟以前不一样哈，以前真的是去畅疗馆，用生命救助来，立新就在立新的庇护所，是两家基金会黑合作的，对，那我们那时候有一个少女的叫做佳音学社，全部会18岁以下，有一些会12岁。13岁，现在有一些是 woman trafficking， 就是被卖虫仓。台湾有冇离他其实含内语，刑事母穷用，对，所以那时候进到立新来工作，我们 CMO 也受到性的侵害，我们觉得这是很不正义的事情，应该不能有。那后来就是立新慢慢走，就是接触到亲密关系暴力的女性。后来慢慢就性跟性别暴力的这个我们希望所有的人的性别都被尊重，所以我们是定义成是性跟性别暴力的防治团队。我那时候
在研究所读书家哈，做上到两群亲密关系暴力受害的 CMO 啊，来，在讲 CMO 哈，因为他们都已经成年30岁、40岁、50岁都有。我就想讲，行到很用版型，这群女性很用版型，从原生家庭容易生长的家庭，然后进入婚姻，然后婚姻之后遇到了暴力，结婚，像我结婚，一天冇想讲。我爱暴力啊！我想我龙爱先生白头到老，应该全部係安容易想。可是覺得我們係馬上會白頭到老，不料先生會打人，Andy 他全部敵嘛，打你們只有肢體，那現在很多精神，所以笨蛋、本來馬該全部然後貶義，甚至是經濟。就是不給你錢，然後可能覺得親戚關冇本年錢哈，俺係就到青島係我睇經濟係太太出嚟呢，太太出去做頭路哦，錢存落來哦，還係本年打，就這些女性，所以想說給到倆經歷這個過程，然後住在我們庇護所裡面，然後再建置一個新的家，在這個幾個家的歷程，我就很好奇，怎麼樣可以。在這個家的這個經驗上，給姐妹們，我就全部稱呼，我們是稱呼她們姐妹。其實我們跟她們是一樣的。如果以女性的經驗來講，係全部共用所以我很好奇的是，用版經歷這些家的經驗，其實是蠻傷心的故事的。對，就是每一個都是傷心的。呀，論文還得講哦，沒有錄放寬的都好，我有開始在念。唔像講係，嗰時候睇家家是我好奇，其實上面錄寬的都文字嘅論文吼，剛才來聊一下本文字試下查吼，然後等下繼續用文字嘅文片來了解一個故事。好，先試下查。謝謝。不過有的社工哈，我呢就是看你的故事，會一直在自己的肩頭心裡，那就講替代性創傷。替代性創傷會不是我的故事，可是儼然，它就會係我故事，那就什麼咯，冇辦法說冇，我唔敢去容易建立親密關係，我親強。再來做客萬年來了，今日來做了係理行基金會嘅桃園分事務所主任，裡面係三公司，三公司，頭都有小可有講到伊能理行基金會去做嘅事情，係個唔關心嘅面向。呀，寄託呢，我哋區用有請文正帶一個小物，唔鼓勵伊去做嘅事情，就係冇區用。我哋先來比，一種壽司，也係盧卡嘅壽司哈。我會教壽司。兩位特別帶應該教下壽司哦，因為我結婚家下我就想講我開壽司應該用唔到因為我龍華先生同他帶嘛，做了過來龍華先生同他帶，傳統的哈就是結婚做龍華先生。你意思係捱過來，就係爸爸媽媽睇盧卡嘅時間，對，我想捱來做客嘅啦，做唔知壽司。是啊，全部有人，我想講收飯飯來爸爸來媽媽，爸媽就講冇量留的，隨時可以回來。我覺得那是一個很大的被接納，對，就是你的原生家庭，因為我迪亞以前傳統有的講女兒是潑出去的水嘛，然後你結婚了，過唔好呀唔好，娘家可能不會本某個幫忙，天數某個東西，切斷關係。對，特別是那種可能關係唔係爸爸媽媽歡迎的，爸媽就會說我跟你什麼不相往來。對，那雖然我的不是這個樣子，我的婚姻被我的爸爸媽媽來祝福，他們跟我爸爸媽媽就講冇留單哦，24小時全部得走了。我就覺得那是一個就是娘家妹家對一個出嫁的女兒很大的祝福跟支持，所以我就覺得應該特別來分享這個關係因為青島人感覺有迷思，青島人講客家的爸爸媽媽很重男輕女，可是我的經驗唔係咁樣，我咩唔係呢？對呀，我特別談到兩個都冇共鳴，因為我唔係喺兩個這樣的環境長大，我就我爸爸媽媽對性事實上從來沒有性別的刻板，我覺得我非常幸運，因為糖豆青豆。講客家人爸爸媽媽小到分財產，
过后呢，吼，从小就会提会充满爱的环境长大。可能没迄一面呢，你看蚊子那是呢，你讲看啊，伊来伊都细啊，啊细，伊来蛮细做个寒流蛋，寒流蛋你讲伊得已经吹沙飞啊，一招吹沙飞，在对已经那个新鲜人在工作，新鲜人那你留20年呢？是哪年？对呀。哦，侬会按不规咯，寒流蛋咯。哦，其實我新年的東西啊，哈，冇全部留啦，哈，不過看到海啊，就看到比較小的時候啊，所以就很自然就留下來了，就想到一直在一個盒子裡，寶盒裡，哦，對他們的肚臍，哦，給臍帶，對臍帶，然後還有頭拿膜。頭拿膜那個就是第一次胎毛，對，但我跟我先生磨周毛筆，沒有做什麼，就把它真空弄起來。對啊，這個以後大家都結婚倘若有，我當然希望他們有心愛的，找到心愛的人，能夠建立家庭，因為一代要有一代嘛，所以就要送給他們，再送給他們，讓他們知道我愛某嘢哈，大家都很喜歡問我說，媽媽愛喺啲哪裡來嘅？哦，你講伊來蠻細，對，小時候就常問，我喺啲哪邊來呀？然後我就有機會跟他講，哦，這個怎麼樣？所以我們從小的性跟性別的教育其實是很自然，性的教育，它不是一個性教育，它不是一個，對，它是一個很自然的界限教育。哦，剛剛你做社工師啊，看按都是很悲傷的故事。以前講喺上嘅時間，我樣樣都上嘅行業家庭，慶東年唔會慶東年媽媽按摩，可是其實我哋哈，我同學啊、朋友啊、高飛嘅朋友，全部問講，哎呦文珍，你走兩條路按對人講哦，哈，你重堂都真的是很大的壓迫，關係的哈。可是我哋看到係乜嘅，按到社工能夠繼續在這個領域裡面，我看到係我哋服務對象群的姐妹攏細。哇，那個一直很想要過一個不一樣、更健康的生活，那個意圖。哦，對，我們覺得哇，我們就其實我哋媽冇幫乜忙，沒有幫什麼忙。很多人感覺講，哎，按到事情幫給到某，其實是他們幫我的。我們在這裡頭看到了一個很不一樣的生命，對，就是趨向光的一個生命力。陪一段。做扛一團天天，因為講故事就講故事，愛有愛去講故事，講故事唔會太愛嘅。不過感謝上帝哈，真的感謝上帝信任我們，要不你心音，這才係很大的託付哈。對，特別是在關係裡面受傷，不論是家內亂倫的誰，其實很多的性侵害、兒童的性侵害，全部會給連鎖俾你。這件事情是特別讓人家覺得傷心難過。可是你看這群孩子，他一旦慢慢的走過這個傷痛，然後變成一個新的不一樣的生活，他不會自然的發生，他需要很多的協助。那我們在這一段就陪一段。所以我知道有4年啊，不會，我以前這個對我來講就是一個boundary界限啦，我出來攀孔社咯，我就唔會記得。那幾筆看到乜嘅故事，挺奇怪哈，我唔會想，我就想，哎，會囤積個講，唔好去想，唔會，就也不用啊，也不用，它是一個結界。我天生要做社工，你有平行宇宙，對，嘿哦，對，我上課正經聽我唔會講，我有的社工哈，我呢就是聽你的故事，我一直在自己的肩頭心裡。買掉講替代性創傷替代性創傷會不是我的故事，可是儼然，好像係我故事，我就捨唔落，冇辦法揣摩，我唔敢去容易建立親密關係，我親強，我結婚，我講生人咧，我老公嘛會對我生也唔好，我親強嘅老公係不會打，就完全還冇發生，我就想那個劇本，那就是別人的劇本套在我身上，我從來不會這樣想。那從來沒有，然後真的是神很大的保守，對。那我現在是因為行政管理之多嘛，哈，因為我們立新桃園分事務所加我有35位的同工在這裡工作，他部分都是社工，也有間接的工作，所以這麼多人管的行政，
然后我做一就轻跳，就放空，然后我想我想忙的事情，然后上班当个手。不过以前做个案的时候，哈，我们称他个案，我其实，更喜欢称他们是服务使用者。对，他们是这个服务的使用者，我们是服务的提供者，这是一个对等的关系。我没有比他更高，也没有比我更低，这是一个互为主体。这件事情我很强调，我也很希望让大家知道，特别是社会工作专业者心理咨商也是一样我们就是陪伴。我很喜欢我的工作，因为来到例行的不只是要做个案工作事情发生用来处理。怎么找资源一起来协助？我们立心更想要做预防，因为这些事情是可以预防，要不然我们在这里干嘛？所以是敢有 say 的就更珍惜。其实我之前我来投入正义矛盾来有影响不过有一次看到一则天样，叫做《为爱重生》，韩国的天样，讲的是一个小朋友被一个连续强暴犯，连续强暴犯出了监狱再犯，一个小女生叫素媛，对，下雨天上学的路上，我大概有1年的时间，只要冬天像按冬天落水5点人，我每个很忙做了，我迄地方卡煮饭我停下来想讲。用很忙存我就想讲厉害的那其实脚都丢在安心班对。只有来空给溯源那1年，现在就不会了。只有那一次，不晓得为什么，所以我看过，就那个心里的那个心疼，应该不是就对溯源，是对所有被性侵害的孩子，就那样一点点。其实那1年1年后来就慢慢没有了。所以我现在想起来，应该那段那个电影对我有一些影响，特别是有声音的有气干摸耶就会觉得是不是安全的？我就想讲我打电话嘛，给你下丢啲安全班等到迄款天样，自己做的工作其实无嘛会影响到。虽然还唔知说嘛，个天样对我影响那么大。不过也给我们这个影视工作者有一个，他也是某种安慰，就是样师比从中优真言，他那个是一个投射，对，就是一个投射，所以可能是工作上的投射或是，可是真的很重要，特别是。我扛到青岛的人跟摸也以后就会特别关注，可是还是要强调，其实儿童性侵害不是只有女孩，男孩越来越多的被害人，所以爸爸妈妈搞碎你嘞不要再说谁，要用他的刻板印象要打破了，没错，对，我对于文珍的工作可能大家未看过好奇，等一下呢，文珍如果带大家去到伊工作的地方，去看看我们等下过到这啦。好，先生茶。我爸爸以前我爸爸就讲还买要读商，我因为都我爸爸真一对我挺好，给我压迫，跟我摸就小于去法，我从马来就读普通高中高中之后就读大学，也是校区法，然后就念社工。这是我们立信基金会头研的盼孔社，我们的服务基地。然后了解我的愿景，我的立信基金会是非利组织 NPO， 所以我的有愿景。愿景就是我们要防治性别暴力的公益的社会，在这个地方，然后希望就每一个人都不要因为他的性别而受到任何的暴力伤害。那我想。想要让大家分享2个会谈室的空间。2个会谈室很特别，因为刚刚公共有青少年怀孕的妈妈嘛实际的经验告诉我们，我都给小爸爸、小妈妈，他都的原生家庭没得到很好的爱，因为爱要从原生家庭来，每个人都是。其他都这个原生家庭没有得到因果而得到的爱，他就想要在伴侣之间找到。那没有什么问题，但差别在哪里？差别在她在未成年的时候就发生了性的行为，然后怀孕了。那这里您看到很特别，对不对？她有一个围栏，是因为妈妈
爸爸在这里会谈的时候，夹到声音呢，做低料爬行、低料搞，让爸爸妈妈一得安心的融社工会谈，啊，声音一得低料搞，好，这是一个为小朋友设计的空间。你喺我嘅辦公室，我平常時啊，冇出去㗎哈，全部啲兩位看電腦，睇電腦啲話都有簽到嘅事情要做，可能喺容易談合作啊，大家全部啲啊，要做服務，要資源，所以很多企業啊、社團要聯絡，還有可能我哋會服務的對象群，如果有乜嘅事情。好，我的同事，好，我們說同工啦，一同工作，哈，我的同事啊，我督導啊，社工啊，為了討論講，用班人做會較好，全部啲兩位。真的謝謝你，有機會能夠在勵馨基金會工作。因為我係基督徒，所以如果真的工作很困難的時候，那個是超過我的經驗值，就會跟我的上帝說話，說上帝啊，現在怎麼做比較好呢？那交託給上帝，心裡就會得到真的平安。因為如果跟人討論，有時候不一定能夠得到很好的方法跟答案。好，但是我的經驗就是上帝都會出手相救，不只是我，也包括我的團隊。所以我很謝謝上帝跟我們在一起，然後也跟我的團隊在一起。我哋勵馨基金會係1988年成立的，我哋希望台灣好對每一個性別都是尊重看待的，好能夠在台灣這塊土地終止性跟性別的暴力，共創性別公義的社會，這是我們所有的勵馨人好努力的目標。好多文正在睇家去到伊工作嘅位所吼，可以嚟試試，你係當辦公室當辦公室，你討厭分事務所有35個人，比如說你要管理35個人，對啊，3兆辦公室，到庇護所，然後法院還有。呀工作咩算很繁重吼，我行了，走了走去。係自己係愛安尼走了走去嘅，走了走去。入邊有看到伊啲都係唔記。算升職的時候，給你們只要是升職會有一個那個經文，係咪？我哋基金會是以基督的愛信仰為基地。佢是嗰種係一群基督徒成立的，對，基督徒成立的。唔講我哋勵馨基金會同工某一天係基督徒，因為信仰係自由嘅啊，你一旦壓迫你講，你都一定會是基督徒，所以是不是基督徒某影響你勵馨的工作？我哋有差派的儀式上，希望我們有一個經文這樣子。差派的意思係乜？差派就是說，來你哈奉耶穌的名，你願不願意接受這個角色？好，那你接受了，對不對？你有點像宣誓。好，我願意遵守神的教導，然後基金會的規定，然後我願意守節心清，好，就是我願意真誠的提供服務，好，那唔係我自己聽，同事們也要講我支持文珍對，所以每個主任上任，好就要有一個差派，那是一個賦予責任，同時賦予保護，通用誒，好，就說你有這個責任，不過給門起家誒。好，有一個保護的力量，但對我們來講就是上帝的保護。可是我的同工，哪個同工嘛講，我願意，好支持來兩個主任，去做某個事情，來願意一起。好，當然更沒盲從嘛，好，我們講，主任亂帶去做某個事情，就從他去做咩？好，我們也願意聽同工給的建議。就能咧組織奉事係安尼，然後差派，然後來領受這個任務。好，我也很願意。然後我嘛定啊，自己是有限制，能力是有限制，所以我要去呼求別人幫忙。對一般的 promotion，同樣的概念咧，就是你們會很有那個意識，是也係一個任務，這是一個任務，而且是沒自己做王咧。對，因為有個上帝，而且還給託付來的這個肩上的
责任是他托付的，所以我就不要觉得有压力，因为就跟他在一起。啊，能估说因为也係個任務，所以你們會有一個經文。啊，唔過呀經文係唔知㗎，頭嘅一記安尼啊。以前我就吼，我係較做主任，所以叫我講，去甲文珍，去甲寫一隻經文，容易。哦，我做寫，其實我做主任㗎哈，我係咩基督徒哦。哦，係哦。哪年做主任咩？我其實我唔記得。哦，因為這看起來真的有一點歷史的。19哎，按過那時候我還沒基督徒，我是2016年聖誕節受洗的，對，我遇到上帝以後，所以這個是我選的。那我怎麼選的呢？我那時候就對他有點感覺，就覺得對，怎麼會有難成的事呢？我不要覺得有壓力，因為係上帝要做的事情。我就選這一個。咁做主管係乜嘅感覺啊？我自己係社工背景嘛，我都會做社工，所以我對他們的工作就會更投入，因為我知道我都會做乜嘅東西。有時候像我們因為民間組織愛服愛錢啊，所以唔係用公部門合作去標個案子這是一個社福的標案，然後不是什麼。那個蓋房子那種的，沒有什麼利益了，是勞務的性質。還有一個就是企業啊、社團的捐款，好，那他們對於立新的工作認同，他們就會一起來為奉獻。因為老實說，你係親天色啊，你要做條路有理想啊，你要做服務有理想，目前真係親啊，我哋服務對象群受暴嘅些媽媽，叫突然生嘅離開暴力環境，叫租房子咧，叫尋條路咧，生嘅托數啊。有安親班啊，佢又冇乜學歷哦，佢親母親收入很高的工作，他兼好幾份，他專一做親天的，所以需要有忠誠的資源協助他度過那個最困難。對，所以住宅很重要。某個搬來搬去，其實對生意蠻唔好。對，所以當時我雖然唔係基督徒，然後我神選了這個經文案。那你要做一個呢，更有感，耶和華豈有難成的事。咁當初你喺太后就讀沙谷嘛？沙谷，你為什麼要讀沙谷？消去法。我爸爸以前啊，我爸爸做工係咪要讀商？哦，我冇，哎呀，我都我爸爸真係對我挺好，佢冇壓迫，講我冇，就消去法。我從馬來就讀普通高中，高中之後就讀大學，然後也是消去法，然後就念社工。後來我讀到我高中同學啊，在校園讀到我高中同學，我同學講：哇，賴文珍，社會工作太適合你了。我心想：係啊，你能萬歲就啲。我唔知啊！你能跟他就講過，我同學就講過，社會工作太適合你了。我說是這樣子嗎？他說對的。為什麼？你能咧原因？你冇講，他就說太適合。我說哦，是這樣子嗎？那可能就是如果回到信仰上來講，神給每個人都有一條路，我跟着他的路就在前面帶領。可是你很晚才變基督徒啊！一開始其實我哋大拜堂到沙谷嗰條路，哇！我嚇到呢，就是壓力，還個規個社會本人呢，明明就第一個事情會重要，唔過又冇本人會有個重視，就是會覺得這個工作。我是耶路蒙的啦，文明要推進就是要靠蒙哎，但是很少人要去當蒙哎。我唔加他，按你一周下來，沒有要放棄過嗎？沒有，我想過啊，在有信仰前也沒有覺得痛。哦，你同學很有遠見啊，就覺得你很適合。聖經上說，因為剛剛亦有提到，主持人有提到，其實聖經上說我們在母腹裡面，上帝就認識我們。對。所以我這樣回推去，因為我是第一代基督徒，我家裡，那我媽媽後來也受洗了，對，那我是家裡的第一代，我覺得是的，母父就認識我了，所以我的這條路，如果這是我走在上帝公愛路，那他就自然會跟我在一起，那倘若不是，他就會關掉這個門，所以他們有關啊，所以就是他讓我走的路。因為雖然我離基督教亞個宗教很遠，可是我很好討人的邏輯，我覺得那個邏輯
真的就是很缜密，然后很适合让人跳坑去做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我觉得是很厉害的。对，就以为本也个形容我本人我有力量。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厉害的。很有的青葱油哎嘿，就像您的专业是不管是您刚刚说你跑到别的路去，所以你的专业是要帮助你去帮助更多其他人，透过你的媒体这个专业来告诉其他人。那我就是社工专业，如果贤良我做这件事情，我就扎扎实实。对，就是要去爱人，不要只有嘴巴，还要行。真嘅，家底下都最面嘅集团，我叫他来适好食的，好，我好奇，对文珍来讲有充有意义嘅料理去买嘅，底下都啲嘅，可能先吃下茶。一听到你会讲哦，一听你做嘛个事情，所以人家老公会答你哈，一听你用白音，没有，一定有每个人的故事，有说的没说的，我们大概知道说大概故事的可能性是什么。可是对我最大的收获就是，我觉得更去尊重别人的背后的故事。现在做客们来了，都有嘅集团呢，我哋爱向下屯文珍来说，对有充有意义嘅料理哦，好，我哋请处理木本人咧，看下算系乜嘅，好，板条棉花板，然后文珍系中辣，我系平正意面面客家嘅，这我们先来吃一下，看看跟你也不一样。第一种种嘅米线有朋友吗？这个感觉蛮现代的，跟你小时候吃的一定不一样，不一样，小时候就是会选这个板条，嘿，因为以前我妈妈会突然就做去老鸡，东珠家哈，从我一只板条店吃板条，给调羹用的我还记得哦，碎花洋装。然后头上有个髻，然后肉肉的，跟调羹用就是肉肉的，然后脚上穿那个日本的那个卡嘞，做漂亮，做卡嘞，然后金牙齿，很亲切调羹用。哇，这形象很棒哎。对，对，然后大概在半夜都我妈妈去买东西做来，跟她就讲，哎，是板条，是点上做我卡，所以这就那个侯孝贤导演《童年往事》里面那个。对，就觉得胸都半条，就胸都以前我妈妈去逛街买东西，然后是半条。你们会说的是特定一间吗？特定一间，我妈妈会突然都去特定一间。那点解係要改幕？佢景點的位數應該係問題咧，因為佢就有點都跟嘛問題咧。不過總啦，青島講，幾年老店，幾年老店。所以這個是一個記憶。你現在還是很常吃板條嗎？對，如果上到家下，還有，都會買做嘢食，買摸嘢啊，買 logo 啊。你英國冇乜時間煮嗬，即係煮。會做，你會煮哦？那冇當你煮，不過我上會煮東西。因為煮東西啊，是訓練邏輯，也讓你放鬆。我媽媽教我哦，來煮東西，煮一餐結束哈，我的廚房也是乾淨。我媽媽沒按呢。對呀，所以就是覺得說，是一個邏輯的訓練，所以我全部攏爸爸媽媽講，一定要本身也做家事，所以訓練邏輯沒數學，家事，所以細來一定會做家事。以前如果都細來唔是，細來一定會做家事，冇做剝奪，然後細來學邏輯的機會。你係兩個妹嘅，兩個妹，你都有教伊呢？你們會煮啊？會煮啊，煎蛋什麼應該全部冇問題。唔會搖肚絲，唔會搖肚絲。你們係好煮誒？好煮啊，我媽媽親會煮哦。對，我沒有特別學。我媽媽講雞酒啊，像我們雞酒全部純酒哦，雞酒加番薯葉炒起來挺好吃。媽媽還有冇給拿手菜？以前啊，經常講媽媽拿手菜嘛嘅啊，就講青豆啊，我媽媽伊會煮炒米粉，炒牛肉。我媽媽唔會，我媽媽
冇食牛肉呢，以模式，因为家都农家，牛系好朋友嘛哈，妈妈冇食，我妈妈客家嘅，我系纯种客家嘅，爸爸我妈妈全部系，我就讲系纯种客家嘅。然後我媽媽冇食牛哦，啱講我媽媽炒嘅牛青好食。哦，這個模式5年的其他嘢有食，你就炒本嚟食。啊，叫做金燜絲色啦，金絲色全部青好食。哦，talent。哦，哎，剛剛你黑姨用哪些媽媽？你會以前會打小孩嗎？哦，完全。我女兒親細哦，誒冇乖嘛哈，就撇佢哦，輕輕打一下，跟她道歉。沒有，哦，不好意思，媽媽剛剛打你。就算以前還乖些。對，所以你如果跟他講啊，小的時候佢細時我都容易講哦哈，我就唔會，我爸爸媽媽哈，我兩三妹定人面前吵架咁樣。啊，有常生啊，我先生講法講到好時候太上對我，我佢親生啊，太個親生家就講。媽咪，你不是說你不會，你跟爸比不會在我面前吵架。哦，你過太上，過沒提吵事。所以孩子對這個聲量，因為沒有這個環境，所以他其實會覺得那個就是一個吵架。對，所以我先生跟我們全部冇大聲音。哦，啊，你就會很溫柔的，你們家這樣的。哦，我現在還是會管教，還會管教，可是我們不會打孩子，我們也不會做。什麼處罰？我還是咁講，聖經上說哈，子女是父母口袋中的箭。那我們射箭不是要射一個目標嗎？我們一定想中100分嘛，射靶型啊。那個方向在哪裡？就神給每個人都有方向，所以只要射向神的方向。可是給媽講哦，哈，父母是那個弓嘛，因為箭要射到神的方向。可是上帝愛那把箭。也愛這個弓，所以是上帝會愛這個家的。好，當我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我就覺得很放心，順着愛聖你呢，不管是哪一個孩子，大的或小的，他想做什麼事情，我們都會支持他，支持他們。像頭講都講，你夫婦按到對象，唔會要求條講，你們是對等的，咪講買日本。比別人嗰個，係講唔會講嗰定到2能9唔能嗰度。你講你對嗰多年的呢，你做啥工啊？30，好，拍會30年，好，你這個心態收穫係嘛個呀？應該是真實的尊重吧，就是不去論斷跟評價。一聽到你會講哦，一聽你做乜嘅事情，所以人家老公會答哈，一聽你用白音，沒有。一定有每個人的故事，有說的沒說的。但因為我都看到這麼多的姐妹的故事，我們大概知道說，大概故事的可能性是什麼。可是對我最大的收穫就是，我覺得更去尊重別人的背後的故事，安靜陪伴就可以了。好，我不去僭越這個主體，要為自己負責任、做決定的那個角色。啊，我們社工有一個叫告知同意。告知同意的意思係講，做了些選擇，我都尊重你。不過讓這選擇好送好，就做下去，可能路徑就不一樣。某洶湧的選擇都在你手上，你選了，我就尊重你。可能會有困難、麻煩哦，我要給人就洶他看。可是我要讓你知道，我想那麼講，可能會有這樣的事情發生，你心裡有所準備。我啲我做到伊講，我唔啲我都唔話到伊講。不過決定權啲乜嘢訴訟，係自己嘅訴訟，佢上岸用來行，佢一定自己做決定。對，我覺得尊重，真實的尊重，可能要加上真實2個字，因為有時候都尊重，跟帥哥美女溝通都講得爛掉了。可是真實就是你真的尊他為主體，你就願意張開耳朵聽，而不是一直攻發。所以張開耳朵。對社工來講是蠻重要的事情。我有用哪一年感覺不適合做社工？不會耶啊！以前他講全部講哦，一定要學什麼。我覺得是那個 personality， 你的特質，特質對了，我覺得願意張開耳朵去陪人家走一段，我沒有覺得誰不適合。但有受傷經驗、創傷經驗的人，真的要整理好自己的經驗，某種地盲很啞誒，盲很矮誒。2個會互相的
交错在一起，来可能社工嘛清痛苦，不爱服务家庭嘛清痛苦，好，那马个很矮，马个很矮，好按清楚之后，侬公公啊跟我对咱的演员的工作蛮像的，很像哈，就迄我做伊的角色，假使你去甲创伤，以前就总唔得用去甲，原来如果安尼讲，还没有处理好，总唔得用去甲经验替代放到别人的身上，没错，对，很像哎，某种程度好像殊途太好了。不过能是真给天数都评论你是用肉身去陪着一群人去好一团案。重点是我们有伙伴的，来 make it 啥给呢？有团队啊，团队有35个，然后整个立新基金会啊，我们的经验上可以互相的交流。你没有 down 的时候吗？如果你下来，觉得心情很，那个是什么让你起来？是你的信仰？我的信仰，然后还有就是气感哈，我觉得让我情绪起来的那个方法，你看多简单，都不要花钱啊！为什么？祷告哦，祷告是一定要的。我只要看到外面，看到云啊、花啊，我就觉得大自然安慰了我，就这样子。对所以我很喜欢来出去旅行来，我就很喜欢拍那些花花草草，喜欢分享。我觉得那些就是上帝跟我说话，给我的提醒。好，这是我跟上帝的共鸣。可能很多人觉得乖乖汤姆森哈，可是真的我就觉得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反正再来看，总是有方法的。单纯的你会是他做复杂的事情就你要承受很多很复杂的事，是真的蛮复杂的。可是你内心可以保持单纯 ，pure 是很很强大今天得到很大的启发。比如说刚才文珍突然的分享安整归的故事，对社工又更有敬意一般人可以天数吗？给捐款捐款哈，新现实实在了，不是现实，现实就是实在。捐款真的是，因为像我们是非营利组织嘛，非营利组织就是靠的就是，而且是每年都要重来一次。没错，对，所以如果真的有才或能力的人，就可以好。当然，捐款人要去。聪明的捐款人，我还是要说你身上的钱是你的，你想要在什么地方贡献、奉献，这是你可以决定。你可以去认识他立新，立新是你值得信赖的这个受赠单位或是企业都可以或者是我们去民众捐款也是那但是我觉得民众的纳税钱会交给政府吧那如果大家愿意的话，其实来当志工也很好的才获的能力，或是你有很多时间，你可能有其他的专长，你可能是老师退休什么的，可以用你的肉身去，没错，这也是非常好的，对，我们都很受我们欢迎。好，谢谢多嘉文珍，谢谢。说声黑毛，可以吃完OK， 吃完，它不是只有道具。不过俺刚我说起来的口感，某 Q 用嘞，某 Q 用，这个好像跟我们南部差很多。你有吃到这家？我还没有机会吃。还是北部就是这个，这个是刀削面的口感吧？那这个这个就看没来讲，就是跟百年老店，我是它吃起来很不像板条你有没有觉得？它应该有点改良。你有吃过那个吗？其实如果你下回再来的话，你看如果下回再来，那个中正市场有一些。